呢間係一所似工廠一樣嘅學校，每個人都喺度生產成績。排行榜更新咗，請同學們注意。96.723， 96.719。Yes， 對，差0.004。下次一定追翻嚟。有請校長頒獎。我哋淨係頒第一名，只攞第一名，只攞第一名，只攞第一名。因為淨得第一名先值得被看見。各位同學，請你哋填寫自我提升報告表。每日都要寫？呢個係自願，但最好都係寫。呢度唔缺努力，都唔缺成就，只係冇人有時間問自己點解要努力。各位，壞消息，我哋嘅失敗者俱樂部要被解散啦。吓？點解啊？學校要求社團有成果，冇就解散。本來就係失敗者嘅社團，邊度嚟嘅成果啊？我哋影響咗邊個啊？我哋只不過唔想被當做異類。抱團取暖，呢算成果咩？如果一定有成果，咁我哋就整一場頒獎典禮，頒俾最失敗嘅人。歡迎嚟到年度最失敗獎頒獎典禮。本來係想頒俾分數最低嘅人，但係唔公平，因為每個人都好努力。後面我哋發現，真正嘅失敗唔係考唔好，亦都唔係冇攞第一，而係根本唔知道自己點解要努力。當努力就剩低排名，當進步就剩低數字，當停低思考都被視為浪費時間，咁先係最失敗啊！所以年度嘅最失敗獎頒俾大家盲目嘅追逐。吓？你嘅意思係學校錯咗？咁我哋每日都咁努力，錯咗咩？唔係，努力冇錯，競爭都冇錯。錯嘅係我哋唔記得咗問自己一句：我哋點解要做呢件事？排行榜依然更新，成績依然公佈，競爭依然激烈，但係喂，你今次考成點啊？排名冇升啊，但係我都覺得唔錯啦，因為今次我真係明啦。我仲係想攞第一啊！我都係啊。不過而家我知道我點解咁諗。努力冇問題，只不過冇將佢變成一種嘅習慣。都唔好將佢變成恐懼。唔好將佢變成唯一嘅目標。失敗者俱樂部唔係反對成功，只係提醒我哋唔好迷路。當努力有方向，成功先真正有意義。多謝。